延續上集嘅精彩內容，今集我哋將焦點放喺親子組嘅比賽。親子組多數由小朋友同家長一齊參與，小朋友負責簡單處理同準備，家長從旁邊協助，大家分工合作，一齊完成賽式。哇！犀利啊你，經典嘅食人，係啊，你睇下，好難嘅，係啊，媽先食嘅，係咯，我都明嘅，睇多。好開心喺賽式方面，各隊伍都花盡心思。無論係營養搭配定係擺盤設計，都兼顧健康同美味。可以睇到小朋友喺家長嘅幫助下參與成個過程，每一道料理都充滿心意。我哋用雞胸肉，比較健康。哦，咁如果除咗雞胸肉，有咩啲健康啲嘅肉咧？可以用鯪魚肉嘅。啊，鯪魚肉都幾好啊，係咪啊？9.2分、8.3分、8分，最後。李游老師嘅8.5分啊，都唔錯喎！好多謝晒，跟住我哋有請純味小廚，我覺得佢大廚唔係小廚，包係咪啊？請爹哋介紹下先。係呢個係地中海海鮮雜菜煲啦，咁就諗到係老人家會食嘅，咁所以我哋就本身將唔同嘅蔬菜啦，呢度主要係三色椒，咁擺咗喺個番茄做基調嘅湯。仲有咧？老人家都怕苦，同埋啱上呢啲人佢你可以食邊個？因為嗰個鯪魚好不咁軟。係啊，我睇到呢個小朋友做呢個菜式咧，真係由佢中開始，即係 step 1開始做嘅。多一個菜咧，佢都好想試嘅，但係我哋又好錯，點解要評判話我哋先？經過一輪評審之後，各個獎項亦都順利誕生。今年比賽更加增設咗識飲識食獎，鼓勵同學珍惜食物，提升環保意識。咁而家就等我哋一齊嚟睇下冠軍同識飲識食獎究竟花落誰家啦！冠軍茶杯萬春庭前，哇！聽到個名都好有詩意。